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敬拜赞美诗集，在第317首，主赐福如春雨，主赐福如春雨。上帝所赏赐的福分，真的是如春雨一样，是滋润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哈。当天过哈，就是充满着寒冷，打扫，但是上帝所赏赐的春雨哈，是要让我们的心中充满欢喜、快乐、赞美的灵。所以我们的心要不断的更新呐，神的话语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带来更新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时常在生活当中去体会，咀嚼神的话，然后把生活去把它活出来，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献上的是真实的赞美，那我觉得那才是真实的赞美。不你生活咱人啊生活袂快乐你讲你徛伫教会礼拜堂前咧唱歌学了上帝上帝嘛看有呢，看你生命都无喜乐啊，无愿望啊，嘛无实际咧行，所以我们要真正去体会，他这首诗歌所讲，让我们献上那将赞美作为尊荣神的，全都向主献上，那个心啊，那个生命自然就会得着神的喜悦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赐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欣赞美你。你赐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朽，让我们张开赞美的手，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我们再从头一起来。你赐的福如春雨，我在其中欢欣赞美你。你赐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更新不朽，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福分，就如同春雨一样，来滋润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欢喜快乐，来赞美你。恳求神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生命，是就如同泉源一样，能够不断的滋润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做更新，能够更新到神你所喜悦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学习张开我们的口，甚至举起我们的手，
来赞美神。愿主你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得蒙神你的喜悦。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你。愿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范围哈。我们今天的门训课程，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这一本哈新家人关怀学校。第20页哈，第20页。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第3点哈，第3点。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我们要如何为我们的新家人做代祷，祷告的功课很重要。那也感谢主哈，上个礼拜其实牧师有观察到，其实我们有学到，慢慢的我们在我们的群组，在我们的公开的群体社群当中，我们可以做分享你们的祷告。那是你单一的、单纯的对神的敬畏，期待能够用代祷的心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家人朋友来代祷。那我们继续努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期盼我们把我们的家庭带到上帝的面前。那时常透过祷告，来让他们经历到生命是非常尊贵的，而且要如何活出神的样式。那感谢神哈，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这个礼拜天，我们在做这个社区工作哈，最近这个今天老师哈，带着自己的太太金欢姐哈，一起来看，一起来学习。那虽然没有参与在我们当中，因为大家都要工作，但是我觉得礼拜天哈，也有看到一些礼拜3没有办法来，可是我们的同工大家都一起来学习。那我觉得我们更多的祷告，那我们相信在教会里面更多的实践的功课，我们觉得每一个人的关系会建立得更好。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是新家人的关怀，我们要如何在第3点要打开心门，要与他对话。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话里面，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对焦的，跟那个人没有对焦的。注意哈，我们跟上帝讲话都没有对焦了，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上帝看不见。好。那很多人他不会祷告也是很正常，因为他看不见，他也体会不到。当然，相对的，他对祷告的功效，所谓带来的应允工作，他只能够透过圣经，透过别人讲的，到底有影不影，一毛不嘟嘟了解。所以呢，我觉得弟兄姐妹每一个神所拣选的百姓，我们对于关怀新家人一个朋友，我们一定要能够帮助他，能够与我们敞开。首先第一步一定是我们要先敞开，绝对不是你多么厉害，怎么去陪伴，然后怎么讲，没有，只有你的心要先打开。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标题，他有讲到说，打开心门与他对话，后面有一个小括号，他说什么？不可只有粗浅表面的对话。所以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这个行前的这个社区工作的这个训练。我要告诉各位我们一开始一定都是表面化，再怎么做你会看得出来，那是正常的，也没有关系，不要因此而感到难过不足，不要，我们只要看得清楚，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互相学习成长。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箴言4章23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节箴言4章23节。好，我们4章23节其实短信跟在你要给它背起来。这个我从高中的时候我就背起来，因为高中这个教会这个新春礼拜我抽的这站，从此这段话就非常打动我的心。做任何事情我都会想到这句话，有错误有困难我都一样回到这句话当中。我觉得神的话是带有功效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念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所以他这里讲到一个真实人的生命的泉源在于哪里？生命当中的泉源在哪里？其实在心对不对？我今天要对一个人说话，我先不谈我有没有信仰我假设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我要跟一个人讲话，第一个你一定会打从心里面
先去想你敢不敢嘛？你要说什么嘛？你不会去想说上帝啊，请你告诉我，我等你给我一个答案，我再说，不会啦。所以每一个人真实的泉源在哪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啊。所以人的话语，其实话语很重要哦，它是这个生命的泉源哈。你有没有办法带给人祝福的出入口？你的口啊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哈，牧师很鼓励各位，我们如果有读经习惯哈，学习读经啊，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读经哈，大声的把它念出来了。所以假设我们礼拜五有幸福共读小组哈，教导大家学习，不管是台语或者是华语，华语也要练啊。那卖讲话，咱敢要台语哈，我跟你讲，等你要面对一寡那个国中生学生哦，你会发现你华语哈讲袂认得啊，对不？啊，讲袂认得，你都唔敢讲，你知影无？那一样的道理啊。学生哦，你说学生啊，你们年轻人啊，学习讲台语啊，我就在想说，你咱大人咱都没被学习去跟他们同等的标准去看待，我们何等何能可以要求别人？所以牧师我也是这样要求我自己，因为我是我是这个传统长老教会大汉，我到大学都被同学笑哦，讲你这台南来的，讲国语华语我讲华语我讲甲袂认得，同学我问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我讲的那东西是安尼呢，被人家笑呢，我真的很纳闷，我就觉得会啊，我会讲啊，就讲话嘎记，然后台语都在我的思维里面，我要思考华语，我没办法，所以我突破，我跟上帝祷告，神啊，我要学习，因为我要把你的福音带出去，求你给我有好的口才。所以那时候我就每次读经，我就大声的念哦，要持守持定训诲，不可放松。13节，谈到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个时候我慢慢的，我去体会。有人跟我讲委员你的读经想让很做作呢。我说哪里做作？那是我的心里面对神讲的话，又不是要讲给你听。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当我学习，我用这种态度去操练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心就打开了。你做任何事情都会走在神所要命定、磨塑你成为一个神所要使用的人。所以当我大学的时期，到我念神学院，到我要做传道人，到我开始要讲华语礼拜，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这个一间教会，这个富强教会，这个牧师就说你好，我愿我们有华语礼拜，好，华语礼拜由你来讲，因为我知道他可能知道我华语讲的比较认真，我学习操练用华语思考神的话，神的真理，慢慢的我就说，我开始改变，我带的学生，我就说我尝试的让我的学生听台语跟华语，我就开始训练我自己的台语跟华语思维的能力。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能力怎么来？从我们的口，从我们的心开始做起，很重要。这个心最重要。所以今天这段圣经节讲到一个很重要，这个心如果正确了，你就能够维持跟上帝有一个好的沟通了。例如阿们吗？不是口讲，嘴巴讲的呢，讲一讲我看你这个人的心一看就看得出来了，对不？你看一个人讲他多爱主，他有在奉献，他有在安怎？明明你就看他的行为，他的生命都没受祝福呢，你会很纳闷，说奇怪，这个人为什么经历的事情都完全意料中之外？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经历到无时无刻满有神的恩典跟祝福？所以你们想不想要？要啊！每一个人都希望嘛，不希望每天都是经历患难嘛，对不对？我们一定希望每一天都是充满健康的、恩典的，而且是蒙福的。那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所以我觉得，虽然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患难跟试炼，是神在磨塑我们，可是我们一定期待神啊，我希望我每一天我所经历的患难是足够让我生命能够更加成长，让我能够遇到任何问题我不用害怕，而让我可以更成全一个全人来服侍神。
所以我们说全人服侍神，一定是要很多的磨练。好，所以心很重要，正确的心，好人不能口说无凭啊。所以呢，我们其实人不只有这个口、眼睛、耳朵、鼻子、手脚，我们在服侍神，重要是那个心。好，所以保守你的心很重要。嘿，是。嘿嘿。无要紧，嘿。是。对。多少对不对？你若袂当程度袂歹啦，你袂使随便叫一个人，伊讲话就对方啦。因为像你若说即款诶，即款程度诶人对不对？你像叫伊去甲伊讲，伊袂使真正叫一个人，你都无对焦对不对？你讲我。所以我已经准备阮的同工会阮这拜三同工会就是咱的小会长了甲治安，阮拢做伙祈祷，做伙开会，做伙检讨，教会咧做的事工的工作。我明仔载我要讨论一个叫做共同的责任嘛。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责任，你嘛想讲这个责任甲使命感，你会甲伊结合做伙。迄个使命感啦开始出来的时阵，人就会足负责任去做伊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个关系叫做共同的责任嘛。基督徒有一个较无共款，咱毋通去活伫过去的叫做，迄应该什么人会使做啊？所以爱操练啊。咱莫讲叫啦，莫讲叫啦，咱拢叫你敢拿出来讲，咱拢毋免做安尼无毋对，那是。所以如果你家己感觉你无法度做，我鼓励咱就是爱肯学习你若真正无法度，咱嘛无一定爱担这种责任嘛。你去担你会使负担的责任就好。所以，但是教会我是感觉讲教会，咱就是爱鼓励训练，互人每一个人的心会当拍开，因为一个人伊啥都袂晓者，原因是啥？就是伊的心无拍开，伊自然无法度去学基督徒嘛呢一世人你的心无要拍开，上帝就甲你讲，我要互你搁较大的祝福，你就无法度通讲话，嘛无能力去行，嘛无法度去做，你是要安怎蒙福？所以你的心无拍开，你若罔袂晓，你一世人到最后你记住面是。所以，我讲一个，我估一个，我的阿姑，恩德兄他每次来，他就会找，委员牧师，你为我祈祷，我今日拄到什么代志我讲这样代志我无要为你祈祷，这样代志你爱我为你祈祷，是因为你要求心安，因为你无要祈祷，你家己祈祷，灵灵嘛，对不？爱操练你来找我祈祷，我毋是咧求神问卜个，对不？我来为你祈祷，你就有信心吗？无毋对。但是你家己袂晓祈祷，迄是大问题所以一个人的能力，咱无去帮助伊，将伊的心拍开，去明白家己的问题是啥。尼这福音较有真实对伊带来帮助。伊的福音变成是逐摆就爱找牧师牧师，咱的教会若是到几百个人，较有法度，一定爱咱逐个有真侪勇壮的同工，拢有这种愿意会当带，会当训练。是，是无毋对，对。所以阮感觉今仔日足趣味今仔日阮拄发生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咱的同工拢训练礼拜这种训练真好伊讲，我讲来，咱人来咱去交代伊，咱的姊妹伊就讲牧师人来，安尼来，阮来交代。真好小定位开始讲落去了，咱就听到这个里面开始讲到有关政治的哇，足大声咱就3个囝就走水改这句号注意这是一个问题当然，适时的给予句号是可以的，但是句号之后呢，该怎么办？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今天发生这个弟兄他是很敏锐的人。
当我们没有继续再跟他谈的时候，请问，这种咱的关心会不会打折扣？会。好，所以当时候我看到这个状况，就像你讲的，我就要赶快介入了。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是一个团队关系，我不会因为他们这样做就错，因为他们所做的我也有责任，因为大家就是一个团队。所以我期待就是讲，咱伫心中就是爱安怎好好保守咱的心，互咱无因为外在所受的这个环境的困难来停止咱疼主疼人的工作。好，真多谢毛长老你提供这个真好的解说，甲你的看法。另外就是讲，因为咱的生活咱的基督徒要有一个真正确，咱咧面对消极的代志迄个心若无正确你也就容易把一寡消极的代志拢接受落来。特别环境来改变，环境有拄着什么困难，你就容易消极的心就会开始去面对你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心很重要。我们对主、对基督徒、对每一个人，只要是属灵的事情，都要敞开。这就是这句话在讲的。新家人关怀我们是要打开心门的，绝对不要因为有所顾忌就算这个人他再怎么不好，都不要怕，你就尝试着继续下去。你注意听，注意了解他说什么。然后试着用神的话，那我记得我今天在跟他谈的时候，谈到一个重点，他认为他身上有很多的经验，因为80几岁了嘛。他对我来讲，他是跟我讲说，我跟他谈到说，他想要碰我的孩子，说你敢请恁太太把恁囝带来，我给你摸一下，你听到你会安怎？你一定会担心他要做什么。第二个，你是不是会觉得，他如果身上有任何的疾病？传染病，对不对？现在疫情嘛，对不对？那后来我就很简单，我是说想让你别敢蒙姐，伊讲你囡仔人唔捌啦。他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你囡仔人唔捌啦。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神有这么严重吗？我要继续让他有机会跟我讲，为什么他要摸我孩子吗？我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先想，我就跟他讲说但是现在疫情了人不是无要互你摸。是因为今日有当时这外囡仔佮做细汉，伊早产，伊抵抗力较无好。伊讲你唔知影啦，伊甲我讲你唔知影后来我就想到，他说你唔知影，我就安静心，我就跟神说，神相信他有什么话对我讲，所以我就说好来，牧师娘来，伊要摸一下咱的囡仔，我们就预备好了，他就摸了一下，他脸上带出笑容。你知道吗？我很深体会到，真的打开心之后，我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你敢知影？我想要给你蒙恁囝，我讲我知啦。你有你的生命的祝福，要祝福我的囝，你就笑出来了。所以外面的人他没有信仰，可是在他身上有非常多的经验跟资历。你知道他的经验是什么吗？他去过高清院他家里，他跟高清院非常熟悉非常熟。他认识王定宇他爸爸，他认识的人脉非常广。80几岁的人，他活出非常健康的生命是什么？因为他在贫穷当中，他知道怎么生活。他说他楼上有一个一样是困难的弟兄，他吃得很胖，什么东西都吃吃到身体歹去。伊讲人啦趁食唔通食水拢会当过活啦。我讲对。你这句话我相信，但是我跟你讲还有一种物件更较好伊讲什么物件？我跟你讲你的生命我感触到你想要讲祝福，但是有一项物件，当你软弱的时阵，你无的时阵，你要安怎讲祝福？这是咱人的软弱。我讲你讲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拢无要紧这就是人敢不是？伊讲对。我讲你们知阮基督徒靠啥？我们基督徒靠的就是我们的上帝，上帝会给咱祝福，甚至上帝爱咱的爱去分享。伊甲我讲修道我讲修道无唔对，人爱有好的品行，你的修叫做我咧讲的叫做品行但是咧，基督徒的爱会晓去分享你的生命，
好，这就是阮咧讲的福音嘛。后来伊就讲，我就甲伊讲，你有去过教会无？较早伊就讲，伊较早有啦，伊去啥物教会嘛？吼，其实伊是去啥物教会对面现朋友兜啦。但是趣味哦，哦，你甲伊讲着教会啊，但是我是安尼讲啊，真欢喜你来。但是因为伊平常时无通好啉茶，伊拢买矿泉水，所以咱教会今仔日伊啉足侪水，因为伊足珍惜难得会当来到这个所在，会当有遮尔侪茶，安尼互伊青参啊啉啊。所以你看，我刚才一个茶就互伊感触到迄个温暖哦。所以咱的敏锐度哈，你的心如果够开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这个人上帝所要给你看见的。可是你想看看哦。假如我们的同工或者是我们自己，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先以闪开的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对不对？你说你要关心一个人，你怎么关心得到他的最微小的地方？所以那个是很有趣的哈。牧师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基督徒一定要懂得，你的心开是你要知道，我们是对着上帝所要我们接触所要爱的人。只要抱着这种心态去把心打开，我相信神都会给我们力量。但是只要消极的、不好的，我们试着就要记得把它关起来。关起来的意思，就像今天讲的，有些人他可能讲话就比较消极，可是你要关心他怎么办？来考验各位，我们心是敞开的，可是有人就讲都是很消极、负面的话，怎么办？你要把它关起来吗？所谓的关起来是什么意思？在你的心中，你不要把它当作好像对呢。你有听过？我捌听过基督徒哦，关心一个人哦，伊甲伊讲啊，这教会安怎，嘛无唔对啦，这句话都袂使啊。你了解我意思？嘛无唔对啦，这教会哦，就是安尼哦，我过去哦嘛是安尼看呢，但是哦，我今嘛安怎？其实你前面讲的那些话都已经好像让那一个人同意你跟他是站在一块的，你后面再怎么讲造就他的好话，他只是把你当作是什么？啊，你本身你自己嘛在看。这不是讲笑话，这都要叫你迄个心理师来跟你讲这好处。是啊，所以咱来敏感啊，我们要敏觉自己。你的心在讲话的时阵，到底你讲什么话是消极的，什么话是积极的？所以咱之前咱在处理最兄弟姊妹有就做迄个生命问题的时阵，我们现在学到的智慧是什么？不该听的、不应该的，我们就会选择怎么样？我们选择把它断开嘛，对不对？我们不用去跟他解释太多，有些时候你解释多了，反而变成绕入人家的话柄。对不对？唯一就是用神的话来祝福他。是。见鬼讲鬼话。不啊，但是你讲见人讲人话，啊见鬼讲鬼话，迄是世俗人咧讲的咧。但是你讲迄个啥训诲师有无？伫家乐，伫训诲师拢是牧师啊，遐个拢是坐监的人、更生人啊。你边讲，伊嘛是拢歹人啊，但是因人就是伫错误的中间，伊有法度冷静落来的环境，注意嘛，伊是不得不去用抓起来啊嘛，对无？所以咱就爱去思考，教会要安怎制造一个会当互人安静。甚至咱跟人在接触的时候，我们要先观察这个人他是否是在愿意听我的状况下，然后我们就观察他的心是否敞开的状况下，所以这些环境都需要我们自己可以去营造的。那你让去营造你讲话的方法啦，对不？你的环境嘛，所以你看，牧师有咧讲其实咱今麦咧坐咱今麦坐安尼其实是看唔好的，为什么？还猛离啊，对吧？好啊，我主讲者这里家，你们是很容易受影响的，还了解吧？对，这就是一个美感。
教室也是一样，你看无书哪一看咱开会，我拢坐伫倒位，我拢坐伫上内边迄边。为什么？互恁拢是面对迄边。好，所以咱做小组长啊，咱嘛是爱有迄个，咱爱知影讲我要怎么制造一个情境，让我的小组员每一个人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专注的，他不受影响。所以牧师迄当时，咱要建堂，我嘛讲啊，加爱心高，咱架起来，好，这就是做牧师的办公室，架起来，内底就是爱有牧师的单纯空间。有人需要辅导，有人需要静下来跟我一起谈话，就是要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我们教会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营造这种场合。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看一段圣经节哈，箴言27章19节。为什么我们心一定要敞开？哈，很重要。好，27章19节哈，圣经的话说：心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好，咱咧照镜吼，会看到家己对吧？好，对吧？啊，咱迄古早人因是看水啦，好，看水内底影，看家己啦，吼，看家己的样相啦，好，那一样哈，我们时常要警醒去看自己啦，省察自己的心啦，你就会明白你自己是长怎样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哦，我们面对人的时候，就像镜子一样哦，你怎么看人，人家就怎么看你啊。好。就好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离开啊？对不对？因为你离开，人家就是看你，你看他不喜欢嘛，对不对？你看他讲话不投机嘛，跟你没有办法投机讲话嘛，对不对？啊，你就离开啊。但是当你离开的时阵，这个人伊咧看你了，看你安怎？人嘛看你，你有目的呢。好，我他都要讲话，我讲一个安尼尔，啊，恁就走啊咧。安尼无共啊哦。所以要记得哦，圣经它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人与人哦，那个心也是相对的。好，不要想说哈，你有你的技巧，你有你的方法，学习把你的心敞开，真的，你会帮助你自己，会更加懂得怎么面对人。因为当你怎么用什么心面对人，人就会用什么心对待你。好，他这个大家一起努力学习，然后好，另外一个我们讲话哈，所以我们刚刚这个标题说哈，不可只有粗浅的表面对话，因为粗浅的表面对话会让人感受得到了。你粗浅的讲话，人家会不会粗浅跟你讲话？会不会？但是他都要某种人讲啊，有的人哈，你甲伊讲伤济哈，你甲伊讲伤济，你都要落入互伊上过了解你哦，你蛮有地位哦，你要怎么样？先做好一个客观的人，让他觉得说跟你讲话是很 OK 的。所以有些人他们很喜欢跟牧师讲话，对不对？像牧师，因为好像都会知道他的心情一样。好啊，你跟一个不管是心理师、牧师、老师什么，像这个李老师啊，真的啊，你在团队里面一定会找到有些跟你讲话很投机的人。那些人，你就会知道。一开始你会不太熟，你会把你的什么东西都跟他讲吗？不会。可是如果这个人他用一些方式让你感受到跟他讲话很舒服，即便他没有讲他的事情，你会不会也跟他讲？会。你嘛会甲讲啊，不是？所以这就是人做趣味的所在。圣经安尼咧讲嘛，就是这个意思。人的心吼拢是相对的，好。你安怎对待人，人就安怎对待你。这句话吼，我过去吼，我妈妈常跟我讲，你茫用迄脾气啊，你歹脾气哦，迄杀性地吼。我讲你安尼人跟人就安尼对待你啊，我较早拢唔相信的。真的哦，我后来我的心慢慢的越来越温柔，是因为我越来越懂我自己是怎样。当我越看自己的脾气是那么的暴躁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需要改变的。所以我不会去强求别人，甚至别人有某些事情好像对我针对我，针对我，我嘛会甲看作是啥，你知道吗？我会看作是
我自己做不好。你了解这个角度吧？等你看到有人对你歹的时阵，好像是针对你。假如在当下你会很受伤、很难过，我告诉你，不要难过，因为你确实会让对方感受到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省察自己。你若要审查家己，你就会感受到，原来你真正嘛是跟伊同款这种性质。好，所以这个很有趣了哈。好，我们来看另外一段最后一段圣经节，在希伯来书第10章，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来看22节到25。好，翻到了哈，22节哈，来，我来念哈，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这前提是你看21节哈，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好，在讲起讲咱伫上帝哈，咱伫上帝的至圣所内底哈，咱上帝一直拢会为咱开路啦。啊，咱唔是要安怎？咱的生命，无论教会管理，也是咱的生命管理的工课，有足侪项，咱拢知影哦。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互咱的生命有一个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厝，互咱了解咱伫这个厝的内底爱安怎生活，爱安怎做一个共同服侍、共同服侍，来一起前进。22节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身体用洁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23节，也要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什么？信实的。24节哦，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劝勉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将近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我觉得他这里讲到22节说什么？咱拢是清气啊，对吧？洗礼嘛，咱心存的爱存什么？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头前，这咱拢知影，对吧？但是后面他有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有看见想到基督徒都不敢面对人，想到基督徒不敢面对人，咱想看这个问题是啥？然后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伊嘛知影我是一个基督徒，伊甲我讲啥？你著是台湾人，爱甲你信迄种外国教啊，信外国教。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讲因为咱离咱台湾，咱基督徒占少数，其他的宗教占多数的时候，有时人会较唔敢推出讲我是一个基督徒。就市场头我讲你著台湾人，你信外国教，因脑海就是安尼想。对啊，所以咱是安尼想，但是圣经唔是安尼讲的。圣经是教咱安怎？头前咱拢讲哦，心存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头前，咱拢知哦。但是伊佫讲哦，爱坚守咱所承认的愿望哦，不致摇动哦，而且要那个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哦。所以你也看见哦，我头都有讲到讲，基督徒咱有想要得到更加丰富的无？对吧？你若无想要得到更加丰富的应允啊，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伊的应允是要祝福伫每一个愿意来到伊面头前，讲主啊。我愿意真做你找用，我嘛相信你会甲我拨天窗，甲我祝福。
所以有的人的奉献，伊袂甘心乐意的啊，无？你敢若奉献，讲一个奉献就无相款的层级啊，敢毋是？每一个人的经验拢无共款啊。所以我认为上帝伊甲咱讲彼此相劝，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光这3点基督徒的真恶的啊，真的呢。彼此劝勉，拢唔敢讲呢，讲的就讲啊，伊讲的足歹听，敢毋是？真的啊。但是我头都有讲到无？讲当咱若去面对人若甲咱讲话的时阵，我感觉还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呢。人若愿意要甲咱讲有可能伊咧甲咱指点嘛。亲像我头拄仔讲的，这个兄弟，伊咧甲我指点呢。伊讲你囡仔人你唔知影？我听起来真正听起来一开始我嘛，那过去的我风火大呢。你想要讲我囡仔人嘛？我即马40几岁还搁咧囡仔人，但是我伫伊眼中咧，那像囡仔无唔对啊。所以我感觉讲人有一个自尊人阁有家己的立场啦。亲像你讲的，咱台湾人咱东方人，这个基督教事实上就是外来的宗教，对不？但是实际上重要不是外来跟原生的宗教，不是这个问题，是这个信仰的本质。这个信仰的本质就是咧甲咱讲，咱爱知影这个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这是第一个。第二，伊安怎？爱咱就安那，保罗讲安那，不是保罗，有可能是保罗，嘛有可能不是。这作家讲，的爱安怎彼此相劝勉，咱会袂？咱会袂？咱弟兄姐妹敢会安尼？真少哦。我感觉咱教会兄弟姊妹咱爱定定互相劝勉呢。大部分劝勉的工课，咱大部分拢是等牧师，因牧师讲话较袂去伤着人，敢是安尼？但是牧师因为安尼讲嘛伤着人呢，敢毋是？所以真歹讲。但是只要教会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抓这个原则，彼此互相相劝勉，激发疼心啊！要劝勉会伤害嘛，对不？但是伤害发生的时阵，咱会互相激发爱心无？人伊要甲你讲是因为人疼你啦。我甲恁分享一个见证过去我妈妈。伊做爱管的，管我牧会，管我做啥物工课，管。我礼拜日牧师做见证，讲啥？我今晚袂去讲安怎？我讲妈妈，多谢你甲我讲。当有一个人甲你教讲安怎做的时候，你敢我当好大讲，多谢你甲我分享，多谢你甲我讲。我觉得基督徒要有办法，我们出去外面传福音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我捌拄着我。大学我参加一个台神的基督精兵训练会，因安怎做呢？因带阮迄个是新竹圣经书院，伊爱阮训练了，就出去街路摕迄更新去分，家主动你要主动去甲伊分享分享福音分享耶稣我捌拄着，我知影啦，我知影，阮无信你这啦，特别甲阮赶走，你嘛人因安怎教？因教讲，无论人安怎甲你讲话，你就是讲谢谢，无要紧，歹势，甲你作做啊。我觉得训练让我成为一个遇到困难、遇到人的话，似乎伤害我，或者是让我感觉很没面子，我都一样的会跟他说谢谢。这个是基督徒，咱爱知影。互相彼此相劝，要能够激发爱心啊。是。做一点最大原因就是安尼，因人到表面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以后言言估计啦袂使做歹是人就想讲你一个信耶稣人，你这款听。我知影。做这款情形。所以其实牧者嘛会啊，我家己做牧者，我嘛常常咧想讲，我有倒位做无够。但是我还讲咱对上帝负责就好啦。咱莫活伫迄种看人的眼目色，看人的目色。我甲你讲，恁的牧师压力上大。我自开始做牧师以来，真的我就已经在想这个问题：我怎么面对每一个人在看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特别是我的家庭，你看我太太，伊嘛袂晓弹琴嘛，伊佫无亲像一般的基督徒很热忱，知道怎么做，
怎么做牧师娘，他不会啊。他是初代基督徒啊，第一代啊，而且他是因为要做牧师娘以前，为了要跟我结婚，他之前才好好跟我服侍，一起服侍学生，然后最后我跟他讲，你要先受洗，你没有受洗，我不能跟你结婚。好，人家我跟你结完婚了，会有很多问题，人家会说啊，这个牧师也是没有，也是先跟没有信主的人先结婚啊。好，这就打破了一个圣经里面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啊。我就在想这段话。我哥跟我大嫂他也是这样对，我知道。大嫂他也是。我说那是我了，我的观点了。所以一个人不要活在自己的，你知道这种感受我到现在偶尔都还是会有啊。所以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正在整修装修的过程，有没有？我们主日学在上面，然后我们在这边聚会，有没有？我们在这边唱歌礼拜，然后小朋友都在楼上那么叫啊跳啊。然后第一个礼拜结束后，我是第一个，每次我都一定我爸妈我叔公我叔妈就开始讲，你那囡仔都没改啦，安怎了？其实我时常从小我就一直在饱受这种关系，可是神告诉我，你好好的爱你的太太，好好爱你的孩子，这才是最主要的真理。我说你刚来的时候，你一家你讲到这样的时候，你讲一件代志啊。讲无顺你家己讲实话，你家己讲你刚才跟你讲的讲无实话。无讲，对啊，这是真实的啊。这种经验的，哪像会讲，我其实咱基督徒嘛同款啦。你等于厝里你另外一半嘛安尼在给你看啦。就是你在讲还是对，可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生活的，对，所以基督徒不管是基督徒牧者，只要是我们是属神的拣选的人，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心敞开。这里所讲的，你要彼此互相劝勉你心不敞开你没办法做到了。好，你也不要想说要激发什么爱心啦，因为你心中就充满了顾忌嘛，对不对？好，你听没乐啦。好，更不要说像牧师刚刚所讲的说谢谢你告诉我，更难了。好，所以我觉得互相劝勉，然后最后你知道吗？他勉励行善是在后面呢。这好事这东西放在最后的呢，头前这东西跟心有足大的关系呢。互相的劝勉，那个心的比班，拢爱做足大的突破呢。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做很多新家人的关怀工作，其实我看到我们教会真的有在成长啊，弟兄姐妹也都有把神的话语听进去了。但是我们更需要更多的基督徒，大家一起学习，互相劝勉，不要怕讲啊，卖惊讲。可能他过去可能会有一些，他会有拒绝的反应，但是我觉得不要怕讲。好，只要我们大家都有把这个文化，教会要有这种文化，给建立起来。我跟你讲，教会才会成长。好，真的教会才会成长。好，那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敢讲，那讲了又怕他得罪他，好，明明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不那么 OK， 好，那我们就应该要讲啊，对不对？就好像牧师讲话都会比较直接一点，可能有些时候大家听起来也会，我无顺你也讲较直。其实我个人较袂爱拐弯抹角，因为咱拢做熟悉。嘛期待咱若感觉讲无顺你讲我做直，我感觉做受伤的，你嘛甲我讲嘛无要紧，私底下甲我讲，下次我就会再多了解，当时候是因为什么状况，会让你感受到这么不舒服。我是觉得你要跟我讲，我是想要学这个啦。因为如果你不跟我讲你不舒服的地方，讲的人会学习到吗？他不会学习到。好，那如果你们跟我讲了，其实偶尔我都会感受得到。但是如果你们更愿意跟我讲，我跟你讲你跟牧者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下次你再跟别人你不认识的人讲你心里面不同的感受，你也会更自在，这是真的。好，所以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把心敞开的工作了，蛮有趣的，也是一个蛮有让我们可以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不同的目标。把我们的心敞开，就如同我们跟神一样，是把心敞开一样。好，那我觉得这是一致的，
就像礼拜天牧师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做基督徒要做一个里外合一的人，就是身心灵都要和睦。你跟你自己有办法和睦，你跟神自然有办法和睦关系。好，OK， 那我们为几件事情祷告，就是为我们的青少年，求神帮助我们青少年，不仅是能够服侍神，更重要是让他们把自己的分内工作一定要把它顾好了，爱够好了哈。好，所以那个我昨天我有问这个定恩哈，我说定恩，哇，辛苦哦，现在换新的高中，有没有很累啊？他说还好啦，可以啦。我说不会吧？那数学应该更难一点吧？你说对，是有更难一点。可是我觉得他很喜欢，他来到教会，我看得出来他可以放松，他可以跟大家一起，好，然后甚至跟他的同学朋友一起。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教会已经有达到那个让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是有舒服的，是平安的。好，那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起也能够为子安祷告，好，让他更有智慧的开他的口，好，学习帮助这些年轻人，因为他是第一时间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那我们求神帮助他，好，让他有智慧。那也求神帮助每一个学生所领受到的话语，也都能够学习把它消化吸收。好，那也为我们的社区工作。那今天有几个人来？7个、6个，高诶有9个社区的，原本是16个哦，所以还有7个人没有来哈。也为这些人祷告。有些时候他们没有交通工具，有些时候是找不到教会，这些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们事后我们也能够持续继续追踪了哈。那我们继续也为下个礼拜3哈，我们今天也做了一些检讨哈。我觉得很重要是我们把福音带给他们，是要告诉他们，主耶稣我们的神是赏赐丰盛的神。我们的福音传递的就是这个讯息。好，那福音最主要就是要让人得着丰盛，然后能够有力量去面对他的生命，面对他的生活。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在神你的面前学习如何关怀新家人的工作，透过心的敞开，我们能够警醒、谨慎，做好我们所要说的话的预备，就是要把我们的心敞开，学习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受一切的事物、不属神的事物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求神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或者是每一个聆听到神你的仆人今天所分享的主题，让每一个人他所领受到的能够带回祝福，回到他自己的教会，也能够回到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作为许多人生命的祝福跟帮助。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将我们的心敞开，让神的话语、让真理、让神的福音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发酵，做美好的见证，祝福我们的生命继续来为主你而活。主啊，我们何等感谢你，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在主你的教会服事的工作上，不管是年轻人的服事工作，求神赐福在子安，还有每一个子轩、嘉欣，还有艾妮，每一个参与在这些年轻人的工作的服事者，愿主使用他们，让他们不仅内聚，不仅一起能够在祷告当中为这些孩子来祷告。主啊，我们恳求神不断的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神你的大能，是能够将我们的心敞开，把我们真实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主你必定应许我们的祷告，能够在神你的国度里面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所领受真理的话语的弟兄姐妹交在主你手中，让我们一起在心敞开当中来建造属神所喜悦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回去的脚步交托仰望，愿主你带领我们继续保守我们一个礼拜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周3晚上8点到9点，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也一起在我们生命的功课上能够学习更成长，更蒙受神的赐福。愿主赐福大家平安。